贫僧愿意一命还一命。如果只有狼跟虎就好，现在是田有鸭，会有食人，怎么办呢？恭喜你们呀，通过了采食的考验。你发现什么了？紫霞、青霞有难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哼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让你代替孙悟空降世，你却打着他的名号为非作歹，还企图吃了唐僧，取而代之。我为什么还要救你？啊，那你来干嘛呀？我……哦，看来你是要有事情求我呀。我堂玉皇大帝，有什么事要求你一只猴子呢？我只是要再给你机会，让你重新将功补过。请玉帝再给一次机会，六儿一定悔过。紫霞误以为心上人离开，现在一心求死；青霞也被你再次所伤，心无可恋。二位仙子命不久矣，你如果救了他们，我可以向观音大士求情，让你少抄2年的经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不过，这个救人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我一个妖怪怎么救人家2位仙子啊？蠢货！青霞因你而绝望，你让她重燃希望，不就成了吗？哦，那好吧，我试试吧。不过万一啊，如果失败了的话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失败了没关系，但是你要再敢捣乱，哼！再捣乱？请问2位仙子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在牛魔王的积雷山。好，这次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好，不过我只向观音大士申请了1个时辰，1个时辰之后你会被自动返还到这里，这其中有任何不轨，都会让你魂飞魄散。而且你不得使用法力，否则也会被视为图谋不轨，一样会被处以极刑。请玉帝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不虚此行。姑娘，姑娘，这都入夜了，你就醒醒吧。你要是再不醒，到了天亮，那我可就永远醒不了了。看样子，我得使出我的必杀技了。姑娘，你看这款包包，它来自东洋，是由几十名高级工匠花了几十天时间镶嵌了几十颗宝石啊！而且它还是前朝一位公主的心爱之物，这可是包包中的极品哟。哎，姑娘，你再看这款包，它是由波斯进贡的，这是由宫廷匠人手工定制，全球定量发版，而且亚洲只此一款哟，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哦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些都是你的哟。我靠！不是说包治百病吗？包治百病啊！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！姑娘，这款包更棒哦，这可是3界中最大的品牌。你看它，设计精巧，
做工精妙，这已经没法再好了。月光宝盒在哪？什么月光？我每个月只有3两银子，都花光了，算不算月光？蠢牛！我不是蠢牛，我是疯牛。再做墨迹，让你变成母牛！没时间了，我得赶紧找到那只死苍蝇，要到月光宝盒。你是谁？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我回来了。醒了，包治百病，我是神医。大王，美人醒了，美人醒了，我是神医。疯了！唐僧跟月光宝盒到底在哪里？啊！站住！我问你，孙悟空在哪？哦，哎呀，在下不知道啊。那我问你啊，这是哪儿啊？还有，你又是谁？我只是一个路人啊，我还有事情先走一步了啊。可我听你的声音有点耳熟啊。哎呀，姑娘真是会开玩笑啊！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嘛，怎么会跟你耳熟？是吗？是啊。哎，咦，究竟是谁？哎呀妈，没吃药，正常点。是你呀！对呀，就是我嘛，耶！你怎么出现在这儿啊？对呀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哎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你跟我一样，也是来找孙悟空的吗？为什么以真是面对他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撒谎？你说啥？哦，没什么，我不是来找孙悟空的，我是来找月光宝盒的。原来你也跟那些人一样，志在得到月光宝盒，图谋不轨啊！此言差矣啊！如今这种状况，要想抓到孙悟空，必须先找到月光宝盒。为什么？因为啥？他死了。他死了？别开玩笑了。没有嘛，他真的死了。当时他被观音大士所收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们只有拿到月光宝盒，回到从前，才能亲手杀了他。要不这样啊，我们一起联手找到月光宝盒，回到过去，联手杀死孙悟空，怎么样？他死了。他怎么能死呢？他死了，活着，昨天这还有什么意义？你不能死！为什么他会死？他不是齐天大圣吗？他怎么会死呢？你不是希望他死吗？为什么他死了你更痛苦呢？他死了我怎么办啊？青霞，你活着不只是为了他呀！是你说的，我要为了报仇活下去。可现在死了，你让我怎么活下去啊？啊？难道你就这么爱他吗？我不爱。在世上，我恨他。你恨，还不是因为你爱？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他不值得你爱，他就是个垃圾。是垃圾又怎么样？那不让他死！
一直要回来。一个时辰，要到唐僧拿到月光宝盒，谢就能重新来过。可如果现在我不救他，又拿不到月光宝盒，我和他就都死。包治百病，大王，我是神医，知道你是神医啊，包治百病啊！知道你能包治百病吗？说我有什么事情啊？啊，美人醒了，真的！哎，大王，快走，不行了，我浑身发热，心跳加速，四肢拔凉的，我整个牛舌都没有这么难受过呀！大夫啊，美人刚醒我就不行了，真是天意弄人呐！大王，没事儿啊，你是惊喜过度，然后呢就心动过速，这一时间就牛气冲天，牛血沸腾，那个心潮汹涌啊，情绪失控而已呀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会不会影响我以后的呀？你懂的。啊，不会，你就是开心了一些。哦，对，美人醒了，我实在是太开心了，我要赏你，我要重重的赏你。可是我以前也有很多开心的事情，为什么没像刚刚那样？那么，这个可能性就多了。比如说，你最近有没有感到腰膝酸软、头晕目眩、四肢无力、五脏皆空？哎呀，那可是牛肾亏虚呀！主了，换个大夫。别，怎么就来不来就煮了？那还有别的可能性呢？什么可能性啊？那比如说，您对那个美人是真爱。对呀，哎呀，我对美人真的是真爱呀，就是这个可能性。哎呀，走，我们去看看美人啊！疯了，大王，疯了！本来就是疯牛啊！不是，是美人疯了，美人疯了！怎么回事？1分钟说清楚！我和大夫正在照顾美人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然后我就出去查看是怎么回事。结果碰到一个帅哥打我，我问他是谁，他说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然后大夫出来说美人醒了，然后我就看见美人出来了，然后我就被打晕了，然后我又醒了，然后我看到帅哥跟美人说了几句话，美人疯了，现在整个后院都毁了。1分03秒。What？让你1分钟说清楚，非要超3秒，你能不能给我长点，给我点面子呀？你大王煮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，对呀，他说他叫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然后美人就疯了。是你疯了！美人刚醒，怎么可能有力气摧毁整个后院呢？对呀，我明明看着孙悟空被观音大士降服了，怎么可能再次出现呢？大王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去看看。1个时辰之后，你会被自动返还到这里，这其中有任何不轨，都会让你魂飞魄散。而且你不得使用法力，否则也会被视为图谋不轨，一样会被处以极刑。听说你在找我呀？你没死啊？你死了我都不会死啊！观音菩萨对我都无可奈何，难道你也要杀我吗？好，就算要1000年10000年，哪怕追你追到天涯海角，我要杀了你！哇，这么厉害呀！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，杀我1000年10000年喽！我孙悟空堂堂齐天大圣，绝对不会跟一个女人计较，更不会在一个女人没有法力的时候跟你打。等你好了，我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。孙悟空，孙悟空，
我问你，难道你对我就半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感情啊，你也配跟我谈感情啊？哎呀，如果你要真的能杀了我的话，我倒多愿意看你一眼呢。他没死。是啊，我看见他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我去哪里能找到他？听我的，回去躺好，不要惊动牛魔王，找个机会好好脱身。也许牛魔王有孙悟空的线索呢，这样才能找得到他。相信我。晚安。他变得更强大了。可我早晚会杀了他的。那我就只能拜托你喽。你不是也要杀他吗？其实我已经死了，只有一个时辰回来报仇。现在时辰到了，来不及了。等等，什么来不及啊？你不是也要报仇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不还是有你在吗？你一定会替我报仇的吧？可你是我唯一的战友啊，你怎么能留下我孤军奋战啊？战友？很好，我很喜欢我们的关系。没想到这一个时辰这么快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去找什么月光宝盒了，还不如和你好好坐一坐，聊一聊。我要怎么做才能救得了你啊？你救不了我的，只有替我报仇，才算救我。记住，一定不要放弃，要杀他1000年、10000年。可是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？金霞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你要记住，六耳猕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骗你。我靠！我的后院怎么了？我的美人还好吗？哎呀，我的美人没事就好。
疯牛，谁说我美人疯了？一定是你们在后院打架闹事，还嫁祸到我的美人身上。我没有，他们刚才明明就已经醒了，怎么？大夫，你不是说我美人醒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。大王放心，美人不是昏过去了，是睡着了。睡着了。哎呀，如此可爱的睡美人呐！大夫，怎么湿乎乎的？可能是做噩梦吓哭了。哎呀，如此可爱的姑娘，到底是谁在梦里伤她的心呢？简直惨无人道啊！不怕不怕。祁连山，牛府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你一个人昏倒在沙漠里，奄奄一息，我把你救进牛府，你也一直未醒，你简直吓死我了！牛魔王，姑娘，你认识在下？认识，你救过我。哦，你不记得了？哎，你是牛魔王嘛，多少还是有点名气的，认识你也不奇怪啊。那个姑娘知道老牛是谁，可老牛还不知道姑娘的芳名是紫霞。紫霞，紫色彩霞，人如其名啊！只有这样的名字才能配得上姑娘你这样的美人呐！姑娘，你在找什么啊？哎，你大病初愈，需要休息呀。你说我昏倒在沙漠上，那我旁边有别人吗？那别的东西呢？比如什么剑啊、球之类的？啊，没有。哎，说实话啊，自从见了姑娘你以后啊，老牛这双眼睛就像瞎了一样，眼中只有姑娘你一人，别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。谢谢。看来这次啊，他真的拿到月光宝盒了，他真的走了。哎，紫霞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谢谢你救我，不过啊，我该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因为你伤还没好啊！哎呀，因为积雷山妖魔众多，因为你一个女孩子会很危险的。哈，我是个仙子，受了点伤啊，普通妖怪不会把我怎么样。那就更不能走了。又为什么？因为，哎呀，因为最近牛府不太平啊，需要仙子保佑啊。你以为我吉祥物？这种祈福事情找别仙人做。喂，哎，仙子啊，紫霞仙子，给个机会喽。紫霞，紫霞，哎，哎，紫霞，你不能走。不是你干嘛？紫霞，你不能走啊！实不相瞒，我说你不能走，其实是我不想让你走。紫霞仙子，其实我对你……停！千万不要对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，已经深深的爱上了我，想要娶我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对你说这些？我就是要对你说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我要娶你啊！哎呀，我都让你不要说了。原来我的内心你都明白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心心相印吗？你真的误会了。我想说的是呢，这些其实都是你的错觉，你冷静一下就好了。大王，这不是错觉，虽然中心思想归纳出来就那么几句，听上去很简单，但是我的内心感受远远不止这些。哎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慢慢跟你说。第一次见到你，第一次见到我就在不久前，刚刚你已经说过了。不，我要从第一次见到你之前说起。其实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一片荒芜，毫无生气。其实呢，我对你的生活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哎呀，紫霞呀，你听我慢慢说啊。哎，他好像有话要对你说，来，最好真的有话跟我说，要不然我这屁股开花。大王确实是有要紧事。你找到唐僧了？没有，但是，抱歉啊，紫霞，你稍等我片刻，千万别走啊，我去就来。等。疯牛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美人她在冲我笑哎。大王，哦，说正事儿，美人还等着我呢。禀告大王，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孙悟空跟唐僧，但是我们找到了唐僧的徒弟2个，沙僧和猪八戒的下落。太好了，一定要抓住他们。
有了沙僧和猪八戒做要挟，唐僧一定会自投罗网的。没错，上次我们痛失了吃唐僧肉的机会，这次不管有没有猴子，一定不能再失手了。是。好，至尊宝是孙悟空的转世，如果唐僧被抓的话，会不会对至尊宝有影响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紫霞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们继续，我刚才说到哪里了？你不用说了，你要说的我都知道，我可以不走。我没有听错吧？好疼啊！我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哎。只不过呢，我只是答应可以留下来，但是没有答应别的。我现在啊有伤在身，没有心情考虑我们的婚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呀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只要你能留下来。谢谢你。怎么会有如此有我，简直太勾人了！师弟啊，你说师傅为什么那么想不开，偏要去送死？明明聪明如我们，聪明如我，还要去送死？哎呀，二师兄，你也别太悲观了。要是咱俩发挥的好，说不定能救出师傅。你知道唐僧宴有多么盛大？十里八乡的妖怪都赶去积雷山嘞，我们要从那么多妖怪的嘴里抢肉，而且自己还不吃。哎，二师兄，咱们打听到唐僧宴的日期是初8，今天已经初10了。初8那天你说你崴了脚，昨天你又说你拉肚子了，已经过去2天了。师傅会不会已经你说到你怎么知道日子是对的呀？再说师傅那么巧舌如簧啊，不，那么伶牙俐齿，哪那么容易轻易死啊？我跟你讲哎，我去积雷山完全不是为了师傅的安全担心的。那是为什么？我是为了让那帮不识货的开开眼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难道只有唐僧肉最值钱吗？错过我老猪，等于错过全世界。师弟啊，你好歹给个反应啊！师兄的 pose 摆了这么久了。师弟啊！二师兄，别过来！早说呀！哎呀，二师兄，你还好吧？我还好。哎，这里好像是个陷阱哎。在这里设个陷阱，他们是为了对付谁呀？就是对付你们呢。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提醒了呀。为什么不早提醒我？二师兄，你这惯性实在太大了。我早提醒，晚提醒，估计你连累我，我不怪你。如果你再侮辱我，我可就忍不了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算我出去也不会带着你。我们能出去啊？当然不能。二师兄，你觉得我们能活着出去吗？不可以讲这么不吉利的话哎，就算不可以，也不可以讲出来呀。这么说，就是不能喽？不能吧？我们两个看起来还挺好吃的。这么快就来吃我们了啊？师弟，你快去看看。怎么是我？你去看看呀。为什么是我呀？你这么弱，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危险啊！快去呀！你个卷帘大将为什么会怕鬼啊？对呀。仙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局面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握住了。我
知道你们被抓了，所以啊，拖延一下牛魔王，找机会带你们出去。走。也好。那么仙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被抓的？是怎么拖住牛魔王的？又是怎么找到机会？又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？对啊。美人啊，哎呀，只要你开心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我们把猪八戒跟沙僧给抓住了。哇，你们几个终于做了一件正经牛人该做的事情啊，这才像样嘛！走啊，去看看。走。等一下，大王，你刚才是说人家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吗？当然。那人家想要你。美人啊，你好坏呀！他们牛还在呢。你们走吧。多谢仙子救命之恩。不过，仙子为什么要放我们出来呢？你要是再啰嗦，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去。时间紧迫，你们听我说。虽然我不能跟你们解释太多，但是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师傅，因为现在牛魔王图谋不轨，千万要离他远点啊！那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，走点心。给个反应喽！答应我呀！怕被你送回去啊？好吧，不送，照顾好你们师傅。我走了。仙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把你们救出来了，我自然也不用留在这儿了。走啦。哎，你说仙子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很明显嘛，女人只会为了男人才会舍生取义的。男人？那肯定不是因为你。为什么？你是一只猪啊！哼，那更不会是因为大师兄喽，他只是一只丑猴子。大师兄最帅，好不好？讨厌！你眼睛不好不怪你啊。咱们师徒4人里边，明明只有我最帅。你再仔细看看我。帅！再说一遍，大点声啊！帅！怎么又是你们？小心啊，他现在疯了！一起去死！原来即使时光倒流，相遇也是必然。也就是说，唐僧还是会被抓。啊，我懂了，我回去。哎，等等，你是神仙？没错，我是盘丝大仙，命中注定我来救你们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啊。我帮你安静了心智，顺便呢解决了你们彼此之间的恩仇戾气。谢谢你啊，救了我。明明是姐妹，却为情生变，已经够可怜了。如果没有真正的爱过，就要这么相残而死的话，岂不是更可悲？唉，我想让你们再有次宣扬真爱的机会，所以呢，暂时用你的迷魂术封住你们彼此之间的恩仇，但都只是暂时的，剩下的就只有祝你们早日找到真爱，化解干戈，姐妹情深了。再说一次，真的好累。哎，你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爸，猪八戒、沙僧还有我的美人都不见了，一定是那2个混蛋偷走了我的美人。不是，是你美人把他们2个救走了。胡说，怎么可能是我的美人把他们救走了呢？
可能！就算你们有人看着是我的美人把他们救走了，我也不相信。搜，全口搜索，找到他们3个，我就让他快上进。你要找谁啊？不会是我吧？美人，你回来了，你没走。没有。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我去想点事情。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老牛好替你分忧啊。你说你那么诚心向我求婚，我当然要认真考虑考虑了。好歹我也是个神仙嘛，你又是个妖怪，怕玉皇大帝啊，他不答应啊。我老牛要做的事情，玉帝他管得着吗？哦，你就只顾自己威风，不管人家在娘家抬不抬得起头啊？怎么会呢？那美人，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在娘家抬得起头啊？首先，造型要先换一下，你现在里里外外看起来都是个粗人，要文雅一点嘛。没问题，你喜欢什么模样，我就变成什么模样。唉。哎，其次啊，要修身养性，做个内心平和的人。这有什么难？你说我照做就是了。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不能再杀人了，每天打打杀杀的，怎么想都是个野蛮人。好，以后杀人放火的事情，我都让他们去做。吃人也不行。可是美人，吃了唐僧肉，你我就能长生不老，永远在一起啊！比起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神仙我都可以不做了，长生不老有什么稀罕啊？美人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老牛就算明天死也吃了。好，唐僧肉我不吃了，不吃了。真的？哎呦，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，所以呀，我帮你把猪八戒和沙僧都给放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美人想做什么尽管做，都依你，都依你。都依我？我说的你还没做到呢，就想揩我油啊？美人让老牛做什么呀？让我想想。啊，想到了，明天再告诉你。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啊！孙悟空、唐僧、观音都走了呀。我的月光宝盒在哪儿？终于有肉吃了。求你了，别打了，大哥，别打了，大哥，饶命！
复活。嗯。